你家要见面，无要讲话哦。等下菜头讲啦。若转去厝的吼，我要看咱卡上的面相啦。啊，若去恁兜吼，我互恁老爸放掉啦。你有去阮兜哦？有啊，我下晡才去啦，伫外面又连一摊就大摊咧。讲叫我莫甲你来往啦。嘿，讲实在呢。 我逐摆若去恁兜吼，迄袂输咱去派出所共款，心肝是安皮薄菜啦。你若爸生哪会遮歹啦？阮阿爸哦，对咱的将来，还阁咱两个幸福，因心情一定足复杂的啦。你要爱较有耐心。我看是恁阿爸哦，要家留踮在伊的身躯边的款。你来想看嘛呢？这10几年来啦。 哎，逐摆啦，甲人冤家，你个爱我伊共过死底。哎呀，啉酒醉，你个爱我伊家呼呼塌塌。唔免讲啥，这个10年、20年后吼，你所看到甲即摆拢一模一样啦。唔准你批评阮爸爸啦。你敢唔捌听人讲，嫁一个查某囝，亲像挂一块肉同款，永无咧体会阮阿爸的心情。 你敢一定爱讲哦？伊是一个酒鬼啦，爱无路用的人啦，安尼才欢喜哦。啊哈，你安尼讲话可唔对啦。我若真是看伊无路用吼，我当初就放咧互阮卡上，温声改骂，温声改屁想过好啊，对无？我后面可甲阮卡上讲啊，遮尔重话要创啥？即嘛是完全顾着恁阿爸的面子呢。你家想看卖啦，这20、30年来吼，我毋捌甲阮卡上讲遮尔重话啦。我安尼无算牺牲心。 我安尼敢无去体谅着你甲恁阿爸？才有阮阿爸念煞尔，怎会阁听你点仔讲？是啦，恁拢已经生气啦，恁拢足委屈的啦。熬过20年以后，嘛是共款安尼装一个笑面。啊哈！你安尼甲我对前对后吼，无你嘛陪我啉一杯啊。好啦，我就无法度你。我若啉落去吼，到时毋是我扶你转去，是你扶我转去。啊，恁两个若拢无法度他转去吼，怎踮喺遮困啦？啊，甲我斗过单啦。陈阿虎啊，好啊，我看你念伊就好嘢啦。啊，毋管是安尼嫁娶啦、入厝啦、出山啦、渡济啦、马尾啦，你安尼逐条拢要趁甲对就对啦。啊，若是天下太平无代志，你就安尼转来切啊咪罔切。我看你念伊好嘢。莫阁甲我消遣啊啦！你若安尼哦，小等我就袂煮互你食。嗯，我敢若惊咧啊！阿富师，明仔载头骹手无够要安怎？啊，啊骹手无够，迄是你的代志，甲我讲哪甲怎啦？银条啊，当是啥物代志啦？煞毋知影明仔载是大日子，走道骹手无够啦。陈阿虎啊，你做的哦？是啊。啊，你南面遮看，你煞袂晓斗创一寡骹手？啊，啊走道是因伫我伫咧烦恼的，唔爱叫无骹手，甲我哪有啥物代志啊？哦，你开口哪会遮重啊？银条啊，无要紧啦，明仔载我替你走道啦。坤祥阿兄，袂用的啦。是安那袂用你啦？你是大总破师啊，你来走道，你要叫厝人拨偌济钱互你？哎呀，大家欢喜就好啦。啊，若骹手无够吼，我叫泰全啊吼，遐分股做拢总来，大家搁若较热烈的。干哪有啊？啊，烧汤无紧来，啥烧？好啦，你要去啊啦，啊，较闪热啦。太全啦啊！你唱一条歌互我听。是，啊，你爱听啥物歌？听，除了迄国歌莫笑，以外你凊彩笑。好啦，啊无我唱迄落，一只牛啊真古锥，啊天听水，伊的
牛角一块块啊，金高水。哎呦，老爸啊！啊，你笑啊要高声去食哦，笑一个恁爸一步了安尼紧。我来电火条要甲伊压一下水。这有啊。哦。啊，你甲边仔咧啦，你徛到边仔，我是要安怎放会出来啦？好啦。哦。哦，你啉到安尼吼，真正转去吼，一定害我互阿涵骂到臭头啊！啊好，太全啦！啊，我叫你带阿霞做某，啊，你有甲阿霞讲无？有啦，啊，我就你甲伊讲来哦。毋是啦，我有甲暗示啊啦。啊，你靠背啊！啊，都毋是新明伫咧出牌机会用暗示的，你是要到饭桶呢？啊，无你着爱我摕宵夜互你食，你甲讲啊，知影那讲话好啦。太全了，我拜托你好无？使，哎呦，太全了，啊，你甲阿涵留在身躯边好无？使，毋是讲哦，我毋担输赢啦，也毋是讲我毋生一个查甫来捧斗啦，实在是哦，阿霞出事了后，我就袂生啦。啊，我若有到处去求神拜佛，但毋过都拢无效果。有一天，有一个医生甲我讲，迄就是我长期吼做这个主角，行火下烧，所以吼变做井水不足。以后吼我都拢袂死啊！哟，啊。这就是吼，我无爱教你煮食的原因啦。哦，太全啦！啊，我干那阿霞这个查囝尔，我实在吼唔甘阿霞离开我。我知啦，哦，因为查囝我袂用你讲我无嫁你，太全。你看我是要安怎？使，好啊，莫哭啦，哦，使，行，哦，咱来转啦，哎，我点你大头路尾看歹看。谢你。喂，歹势哦，我搁啉酒。阿爸，你哪会放回啉到安尼啦？我哪有法度啦，无啉敢会煞？啊，转去啦！伊啉到安尼，无也是无法度啦。
一枝草有一点露，一枝草有啊。你个鱼头比较重的呢。好味哦。哦。那么，试看卖。来，我试看卖，好无？你尽量哦。师，คุณชอบไป讲你的鱼啊，无好食，菜无咸啊，讲你的歹话。坤兄啊，你过来一下。放下，你无用啦。啊，你娘叫你过来就过来啦。安怎啦？我菜才出一半尔呢，啊！你踮喺人客头面前嫌我的菜歹食，后酒遐我色菜我是免都排出去啦。啊，我哪有讲啦？你搁讲无？啊无你咧讲鱼安怎？哎呦，迄是人有人咧讲啦，讲你的鱼啊拢有臭迄个味啦。你娘！你这边在讲别人讲的都对啊，吗？别人讲的哪里？哎，坤强啊，这个月大话哦，你阴谋半摊是你家己办单啦哈！你唔通看我趁钱伫咧目孔车哈！呀，你若讲要甲金条啊、斗骹手做走道的，这是你家己欢喜甘愿的啦，啊，唔是我逼你啦！你唔通起小人，踮咧这样的谈人讲我歹话啊！恁爸家说啊，就讲讲你的尻川后话，啊，若要讲你丹南湖的歹话吼，免昆虫，你要这个喙啦。啊，你娘够好啊！我受啥跑来他红讲哈？哎，啊，敢无遐咧？啊，对一个唔知影讲你办桌拢会偷摕菜，啊，一罐鲍鱼啦，一粒猪心你就好，啊，迄个鸡鸭鱼嘛，你拢爱摕拗会出来。我你这是听啥讲啊？就搁听啥人讲？啊，若无凊彩来公所遐奉上一下，叫凊彩一个人来啦，问看有影啦。啊，你母啊念嘛！啊，这个代志要甲我宣传到点嘛？啊，你死啊也随便你。你住啦，正经要搞搞咧，你来做来。就是。阿爸，你呢？拍菜包甲人去冤家啦？啊，办桌无冤家，昆上啊两字是要安写啦？我若莫叫伊去斗相共吼，嘛袂变安尼。对啊，这甲你无空碍啦。甲丹南有迄个人哦，要变面哦，敢要经日子咧？阿爸，啊，佫有想到倒位无？无啦，干那安尼就足唔甘愿啊啦。就是拢无啉酒，毋才会拍输伊。英条啊，啊你嘛紧转去遐看卖啊咧，啊无甲遐人客食无物件都靠腰咧。啊有影吼，啊无啊先来看卖啊，翻头再过来，吼好。实在真歹势啦。袂啦，囡仔人安尼讲。啊，我来去啦，吼。多谢咧。客转。你感觉佮刘进来无？你是讲？是啊，伊嘛是家己一个人啊，伊囡仔拢伫咧外地咧做事啊。你是讲，甲伊甲阮阿爸杀作对哦？是啊。安尼敢好？哪会唔好？啊，一个总铺师，一个走道的啊，袂输胭脂马去拄着烦恼也会捌吧？啊，搁再讲啊，恁若办留一个楼盘吼，你要嫁嘛较放心啊。卡桑，安尼袂用的啦。啊是安怎袂用嘞？啊，恁手内两条线拢是阿下咧换呢，啊，你家石头路咱货是要安怎出来？诶，你唔通讲甲无意煞袂用的咧。只要我若要请一个工人，我凊彩看一声，鸡仔头摆到鸡仔尾去咧。啊，你家后赶出蛇仔抢啦，咱是毋是该搁请人？安尼做个加加加啊！哦，你实在真够好加官呢。啊，西仔手遐的人，我若拢甲挂出来，共款阿下你要甲留咧死。卡桑，人阿下骨力搁顾家呢。啊，若讲事业上伊是一个好助手，啊，人讲家庭哦，伊是一个好媳妇啦。虽然讲伊家境有较歹，啊校门普通，但是我甲伊有话讲啊。迄都有影真够讲话咯。查某囡仔人讲的话，毋都毋通安尼来闪闪，毋都较温顺嘞。
看到人，毋着安尼结较笑面的，啊，着亲像宛如安尼啦。这你袂用怪伊啦。大概你若甲阿见面哦，你就结一个甲无爱面，你是要叫伊安怎笑？你是啊真牛啦！别人若小喊一个，你着讲我无互好面相看。洗啊手吼，最少爱找一个人啦，毋是你就是阿霞啦。你家己想看卖咧。你若拢要留落来会用的，你着甲我来阮子遐讲亲情。一枝草有一点露，一枝草有一点露。安怎啦？你安那有办？上班时间啊，安怎？你是要甲讲啥事？英俊，我甲你讲，我想要甲我爸找一个伴，这项代志若是会成吼，咱两个结婚代志就较有希望啊。你是安怎的哦？英俊，是毋是我安尼想无好，还是对咱结婚的代志？啊，你安尼讲，我当然欢喜啊。啊，欢喜你哪安尼比咱优格格啦，连一点我欢喜的形都无。啊哈，你莫来洗啊手上班啊好。是安怎啦？啊，是毋是你妈妈意思？我早就应该爱想到，为着开餐厅借钱的代志引起误会。你妈妈早晚会叫我离开洗啊厂。英俊，啊，你的意思？啊哈，你老踮咧厂内做成咱的阻碍，啥你哪歹离开咧？离开只是顺从你妈妈的意思，对咱的问题敢会解决的吼？啊哈，咱两个拢爱面对10大人的反对，啊，你个样讲叫我爱对你阿爸较吞忍，那安尼你嘛知影讲我是安那对阮卡上较疼话。阮爸爸伊性格虽然是较歹，啊，毋过伊感觉对伊做啥物无你的要求。对同事我无失无犯，啊，对工课我无骂无力，讲也好，事也好，你根本无理由叫我莫来上班嘛。啊哈，这件代志我有苦衷伫的啦。感情若是有困难的时阵，也只有等待啊，若无就是反背。啊，甲是大人变面，变面袂当解决问题啊。希望你是因为等待，毋是因为倒撇。